今日继续来看公司甲客家委员会合作推出台湾第一部海陆腔的客语大戏《地金岁月》，主要是咧讲新竹北部一个卖茶米的生意人打拼的故事。透过伊的经历，嘛，互大家看到台湾50年代的前后青赢的岁月。一张的旧相片，勾出50年代台湾社会模样。主角就是当时真重要做茶米的生意人强阿新。这出由公司甲客委会合作推出台湾头一出海陆腔的客语大戏《地金岁月》，拍算伫2021年，将伫公司甲客家电视台播出。讲的是伊拍拼的故事，更加透过伊的经验，互大家看到台湾伫50年代前后偌青赢。当然是很高兴啊，因为爸爸的事情把变成这样子有一个电影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高兴，很好很好。老爸故事变成电视剧做建立事实，当然真感动。透过这款的戏剧，更会使回想过往认捌台湾。在1950年代，台湾有这么优秀的这个人才呢，我觉得历史课要用背的，但是你如果看过戏剧以后，不用背，你可以把整个时代都能够把它都讲出来。当然，为着要表现出当年的情景，制作单位甲编剧都爱真用心。为2018年起，开始针对人文甲茶米产业做田野调查，看过真侪册甲论文，并且用动画还原当时的建物甲环境，就是希望会使做一出有娱乐、讲究甲教育意义的客语大戏。